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日AM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后生就来报您知。立法院3读通过国会职权条文修正案，行政院要提出复议，那也爱对应台副政治责任，也那也是讲，还可会当提出释宪。为台北行政黄金分讲要伫咧台湾设建发中心，地方认为会当带动产业一个发展，关市政府拢提出条件要社会达来设奖。立委执期教育部教单也是甲台语写作闽南语，另外母语团体呼吁要有专职单位，文化部讲会设一个台语的基建发展文化中心。立法院3读通过国会职权条文修正案，昨送到行政院。行政院今仔日是要提出复议，强调是为着捍卫宪政秩序。总统府也表示讲，等收到理由书，总统会来评估，才来做决定。那国民党团是提请行政院长杜永泰，那准复议无成功，敢要来落台咧？民进党团是强调复议无成功，还佫会当释宪。请立法院借由再次审议法案的内容，找出符合宪法与国家人民利益的最大共识。强调提出复议绝对毋是要相关条约对立，是希望透过宪政运作，请立法院搁一摆审议国会职权法案内容，找出符合宪法甲国家利益的上大共识。国会到阳台讲甲真感慨，因为立法院3读通过国会职权条文修正案，初五送到行政院，行政院研议了后认为真歹施行，提出无实质讨论，即顺总统违宪，无视正当法律定数，表示国会定期不平等7大原则，切大宣布会提出复议。我如果应遵照这个法律去做，那我也违宪，那就没有依法行政了。我们发现它有问题、违宪的呢，对我们来讲就是窒碍难行。总统收到了行政院的复议理由书之后，将会审慎评估，再做出妥适的决定。对复议案，总统府强调，尊重正义行使宪法所赋的复议权，总统会审慎评估决定。也毋过国民党团爱到阳台三思而行，强调立法院15天内要处理复议案，提前倒回，无成功敢要落台。如果复议不成功，请问卓荣泰院长，你愿意负政治责任辞职下台吗？请不要把这个当儿戏。卓院长跟整个行政体系，好好再看一下自己的这个复议的理由。第一个，真的你要提的话，把复议理由讲得更详细点，踩刹车吧，回头是岸。民众党团强调，复议若无成功，一定会提释宪，展现维护宪政的态度。和所谓的过不过半不是另外一回事情，宪政态度的维护必须展现出来。等到总统公告以后，当然就实现了。全院委员会审查之前，应该先召开公听会，来听取学者、专家、公民团体以及各界的意见。对行政院提出复议，包括金明联等公民团体表示欢迎，也向立法院长韩国瑜提出复议案表决进行召开公听会，将3读条文上网公告，让立委充分讨论时间等的诉求。也强调，若被立委若继续提出唔该相信选民，会记着这件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长顾立雄上任无到1个月时间，就要赶紧来改革国军，包括正副主官刘迪规定呢恢复常态，取消官兵出国爱参加旅行团的规定，开放自由行。那官兵休困的时阵，变做是有代志才来汇报，陆军官校后勤唔免站脚步，甚至也讲要取消传统的热情。热情术是较早越南新训的主要科目。不过最近国军加强实践化训练，一年期义务役加入近战激斗得到肯定。国内真侪年来拢有废除热情术的声音。美国、日本虽然拢有热情术，不过用途较晚近实践。国防部长顾立雄上任了后，快速进行国军改革，除了正式要取消传统的热情术。传统那个突刺的那一种比较不具有近战格斗的部分呢，我们会加以取消。上任较无1个月，顾立雄展现行动力，让国军专心建训本务，其他用减法来处理，包括正副主官留台规定恢复常态，取消官兵出国队团的规定，开放自由行，官兵休假改做有代志才汇报，陆军官校校庆唔免搁太正步。逐一来检讨哪些部分，那我们用减法的方式来取消，那专注于这个人员装备训练这个部分的战训。针对国军第1级的标准，顾立雄表示，共军也是攻击国军
机舰设施，也是攻击台湾本岛、外离岛，或者是无经过许可进入12海里领空领海，都会当下令国军行使自卫权。另外，中共导导的方式完成 M503航路开通秦湾海峡中线，陆委会委托学者完成2份报告，提起要赶紧制定军用航空法。军用航空法的制定，或者是它的方向等等，那就要看国防部怎么做。针对厦门松安机场2026年启用营运了后，未来金厦海空域定态程度大，影响台海空防。顾立雄表示，军用航空法也搁伫审议，有待看部会讨论。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第14届对台军售，这是总价美金3亿的 F-16战机通用的零件。咱的政府也表示感谢。有专家分析讲，这届军售案确保这战力未来下降。另外，台美国防产业论坛今举行，前美国太平洋陆战队司令罗德、美台商会会长韩碧如，也有美国军火商代表团也拢出席。咱台湾这边呢，也有真侪间军工企业参加，要争取美国方面的合作机会。中机一直绕台相关台海紧张情势，空军 F-16V 战机紧急升空捍卫领空，不过面对中共消磨战，加速战机的磨损，对这代志，美国展现挺台湾的立场，宣布要卖咱总价值3亿美金的 F-16型全套型通用甲专用航载零附件2案，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这原来是美国总统拜登任内第14届对台军售，总统府表示感谢，见证台美双方坚定的友伴关系。这是拜登政府自2021年上任以来第14度对台宣布军售，持续实践近年来对台军售常态化的政策。国防部表示，这个军售案可望1个月后正式有效，有助维持咱空军战机装备完善，也加项目补充，满足防卫作战加战备训练的需求，会当确保咱的传统战力。若是军售分作通用甲专用零附件，专家是讲，除了提升即马 F-16V 的套现率，也为今年要交机的 F-16V Block 70做好后勤维护的准备。或许之中它有一些零附料件是可以互通的，但是它也有相当多的这个零件是专属 F-16 Block 70的。那为了要准备接收 F-16 Block 70战机的话，我们也必须要先在国内进行 F-16 Block 70战机的一些消耗性零附料件的这样一个储备。台美深化军事交流，台美国防产业论坛7日举行，前美国太平洋陆战队司令鲁德、美台商会长韩如碧、美国军火商代表团拢有出席。国内有汉翔中科院台船分享国际国南国造的产业量能。We also encourage the United States to allow suitable Taiwan companies into American defense supply chains and to build regional support for peace. 我们很多年以来，我们跟美国很多公司都有合约，所以说我们早就已经是他们的一环了。有很好的生产的能力跟能量，然后也有很好的交期跟品质，所以让他们能够更加的信赖我们。国内真侪国防军企业拢有到场，前副经理表示，台厂透过宣传家己的量能，积极争取甲美方合作机会，达成双赢。记者综合报道。台电一直咧了钱，不过经济部长郭志辉今仔是搁再强调无支持补贴，认为台电爱想办法去趁钱。也若讲到这电钱，敢会搁再起咧？伊是认为讲交予委员会来做评估。另外，台美商会公布2024年台湾白皮书，提醒台湾政府这会员上界要义的，也是电价也有送电稳定的问题。台湾美国商会7日公布2024年的台湾白皮书，在去年白皮书内面讲到烦恼台湾绿能的进度落后，今年在能源议题，商会搁一摆呼吁台湾政府应用半导体在产业的发展，执行透明的电价审查制度，会当提供电钱的下档有测性和稳定性。71% of our members expressed concern about the continuing supply of green energy. When it comes to price setting, our members have asked for ensured transparency and predictability in price setting. They have also asked to have a seat at the table when these discussions are being held. 高焦点放在绿能的供应和透明电池，因为半导体和 AI 这产业是发展甲真兴，嘛代表用电量大大增加。但是台电是连续几年拢了钱了价，需要靠行政院来补贴增资。4月阁因为安尼调起电价，经济部长郭志辉早起去到高雄视察的时阵，中心无支持补贴，爱台电想办法拍拼趁钱，安尼电钱敢会调起，伊是无讲明。这个跟现在涨不涨电价
没有正相关。好，这是现在这一次涨不涨电价是由这个我们好像有一个这个委员会，然后再评估涨不涨或者涨多少，不是我能够决定的。但这个问题是关系到民生，国际大厂即摆是连续扩大投资，和各界关心讲供电量敢有够来支援，嘛搁一摆引起核电厂敢要延役的讨论。对这郭智辉讲，敢要延役，爱互委员会做相关的评估，若要延役，就会请相关单位提出延役，但是关键同款是伫咧法令的解套。记者综合报道。回答执行长黄正勋宣布，要伫台湾设研发中心 AI 超级电脑中心，也因为当带动这产业也个地方的发展，地方政府拢提出条件，希望请回答来因遐设厂。高雄市长陈其迈甲美超美执行长杨建雄晚宴制作会，在线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初五伫面前发布相片，透露高市府积极邀请美超美投资信息。陈其迈初日早起证实这件代志，也毋过争取回答方面，陈其迈态度为进前的积极转向保守。不能讲太多，因为不能泄露我们高雄的这个其他我们所提的一些建议。回答会伫台湾成立总部研发甲 AI 超级电脑中心，地点还未定，因为鸿海测试已经宣布会甲回答联手伫高雄打造先进 AI 产业中心。回答执行长黄正勋表示，超级电脑中心可能会伫高雄，和高雄好社推广。台南市长黄伟哲也取消出访行程，积极争取。我们还是要低调的呈现一些我们台南的小吃啦，台南的还有把我们的一些台南的基本的环境借机介绍一下。回答设点会带动当地产业发展甲就业市场，毋那高雄台南、新北台中拢捧出牛肉。特别黄正勋提起研发中心可能挖进台北，新北市长侯友宜随自我推荐表示，新北有低中长期土地会当提供产业进驻。人才济济，最重要交通路网非常的方便。而且我们现阶段就有很多的产业园区，台积电以及最大的外资美光都落脚在台中，大家都知道，那台中就是企业以及相关的设厂的首选。除了新北、台中等市都，北市府测试就以首都等区域优势，积极表态争取研发中心。桃园新竹县市甲苗栗共管也提出产业第二等条件，希望得到重视。面对回答增加投资，行政院表示尊重商业判断，也乐见各县市拍拼招商。记者综合报道。回答执行长黄正勋最近来到台湾引起潮流，公司的股价也伫咧美国出现历史新高。回答初五的收盘市值超过美金3条，拼过 Apple， 变作是全球市值第2大的公司，也带动第台股拜市开盘起超过400点，台积电股价起超过4%，收伫咧894块，起40块。Your future laptop, your future PC will become an AI. They'll be constantly helping you, assisting you in the background. The PC will also run applications that are enhanced by AI. 后壁列出回答100个优盘，包括台积电这台湾企业甲大学，展现回答甲台湾的密切关联。执行长黄正勋到台湾，近2礼拜时间，回答的股价一直大起，拜三个大起5.16%，收伫1224.40美金。AI 半导体产业伫市场正热，嘛带动台股相关供应链顶下游产业拢起。台积电初六收盘大起40块，收伫894块，有希望看上900块。台积电正是所谓的辉达在高阶晶片，尤其是人工智慧晶片解决方案的供应商，而且这个部分的合作的话，其实除了在整个晶圆代工之外，也包含了后段的异质整合的先进封装。无论是辉达或者是超微，都跟台积电彼此互相依存。辉达股价持续创新高，也互市值突破3条美金，相当是代表97条，创下历史新高。除了是头一间3条美金俱乐部的半导体公司，也是全球市值第2大公司，正是超过苹果的2.99条美金，加纳斯微软的3.15条美金。辉达前一届市值超过苹果已经是2002年，当时2间公司的市值拢较无100亿美金，现在已经差真济了。Earnings were about, I think, more than 95% through the earnings season, and the earnings picture has been a positive one.
we're coming through for Q1 the fastest growth since the first quarter of 2022 year over year. With about 6% growth across the board compared to the same period last year. 辉达股价今年已经大起147%，市价加1.8兆美金。反映市场对辉达 AI 晶片需求真大的乐观展望。华尔街认为，辉达超过微软只不过是早晚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咱的国家基建发展法对2019年施行到单，今仔日呢，这立法院就邀请教育部、文化部来报告推动的情形。就立委问讲，教育部的文件到单也是甲台语合作是闽南语。另外有真侪保语团体也伫咧要求讲，就要赶紧成立台语推广的专门单位。文化部是答应讲会设一个台语的基建发展文化中心。够水啊！台北国际电脑店 NVIDIA 创办人黄仁勋、加比超美创办人梁建雄拢讲台语，引起社会关注台语。但是，初六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质询的时，有立委批评教育部，即马官方的台语认证考试，也是合做闽南语语言能力考试，到底什么时阵才通正名做台语？伊头拄讲有够水的啦，署长有够水啦，我来讲什么话？台语嘛，哈，你看你也说台语嘛，我可以接受你们现在目前觉得课纲很难及时的调整。我上一次的说法是说，非课纲的活动业务，第一线的所有公文往来，还有你们在做所有活动的时候，到底为什么不能改成台语？里面那个课纲，它目前在沟通的过程中，它会影响到整个教育内。这个说法我们之前真的已经听过了。立委对教育部的回应并无满意，要求教育部搁再提出报告，说明台语正名的进度。另外，台湾自2018年开始有国家语言发展法，保障国母语的发展。但是有立委对台语认证考试的报名人数发现，唔但考试人数下降。另外，少年辈虽然伫学校有母语课程，但是考试现场人数却无理想。112年跟前面2年来比较。那不管是我们的报考率、我们的通过率，其实逐年还是在下降，没有提升，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发现反而是有参与固定课程本土语言这一群学生们，都要比没有参加过固定课程相关教育的这个30岁到60岁的族群来讲其实低非常的多。那我们有透过很多的奖励机制，我们希望鼓励我们更多的孩子。立委希望检讨现行鼓励囡仔参与母语考试的制度，提高母语能力。教育部会伫1个月内提供报告。另外，也有立委发现，即马台语愈少年愈少讲。即马推广台语主要是由文化部、教育部执行，立委要求要有专职单位。有学者指出，那应该设置一个台语事务委员会，来专门推动台语相关发展的业务。部长，您觉得呢？您认同吗？认同啊，因为我们目前就是朝着先要成立一个像多语言发展的一个文化中心。另外，有立委讲，即马推广客家文化的客家文化园区，全台有24大，关注民文化园区有30大，但是即马全台湾只有一个民间成立的台语文化园区。立委要求要由中央设立台语文化园区推广台语。文化部表示，即马已经有咧规划，地点可能伫咧台南。记者郭伯君、林玉凯台北报道。伫咧台南中西区的卢祖庙，也就是关那街小金，高也袂记咧摕即句俗语的发源地。即马这个土地有一寡是私人的，最近这个住户要征收，文书界也伫咧烦恼讲内面上百年的建筑物会受到损害，希望政府就要保留这文书空间。文化局是回应讲内面有真侪建物拢有改建，无法度分辨本地面貌，则无法度来列册甲因追踪。因为安算讲要伫遮设一块告示牌啊，互人知影这段历史。阮阿记下伫厝顶边仔，有古早时代砖仔贴的壁刀，已经看袂出庙的模样。这其实是台南8当历史的李祖庙，除了是清代府城3大基案的场所，嘛是日本时代甲俘虏使用帮一个源头。即摆部分土地变作私人的，高达村4户住一个这块地。有文书工作者日前发现偏殿咧做征收，因烦恼者互人拆掉，希望政府重新审议文书的价值。但是即马就是讲这几户，你要争取要保存的话可能困难度较悬。市政府的想法是可能要大家处理掉安尼。会当较重视甲一寡物件留落来，大家知影讲原来台南的方式是较
加开心。台记上间冠那给小金的典故是光绪8年对这团起，早前有妇女借小金甲内底回箱偷来暗去，为了通更加赶紧，尾手伊故意回头摕糕仔饼转去送回箱。文书工作者讲，上间后壁爱搁接糕仔未记即体才完整。伊拢无想讲，对啊，拢无了解。去跟这个僧人表达他这个爱慕的情谊，也有僧人敢不守清规，然后跟这个妇女私通。寡拿给小给嘛，后面一句话更重要，现在格啊别给你退。这个是一个民间文学的版本，在这里是最精彩的部分。早前文书处专栏小组有去勘查，因为建物有改建过，看不出本正形态，尾处才无列册追踪。不过因为考虑未来会采故事牌，让人了解这段历史。历史现场的这个调查甲纪念物的设置，这个办法啊，透过各种不同款的方式来评估看卖。文书工作者指出，这段典故有真侪不同版本，不论是倒一种民间故事，才有缘有历史的分野，因望政府爱注重文书空间的保存。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高雄凤山有一栋大楼发生这冷气的铁架熊熊落落来，撼到一台轿车。根据警方了解，是3楼的住户踩冷气的铁架已经生鏽，才会落落去。加在这冷气已经搬走啊，才无造成伤亡。一支冷气的铁架啊，熊熊位天顶落落来，无拄好撞到一台轿车车头，坐伫顶仔卡民众撮一条，外头一直看。警察随接到车主来报案，讲汽车车头绑紧落落去。原来凶手是一支冷气的铁架啊，为3楼熊熊落落去。做这工课吼，伤坎坷啊啦，因为伊真个是新的冷气，旧的主机也袂话绑过安尼。啊，皮红一个，我较走出来看。看了，结果是个引擎盖，惊，惊大个，惊载着住户就问题大条了啊！代志是发生伫星3下暗，红东路这栋16层楼的大楼，加载冷气架，干那讲着车，无人着伤，住户愿意赔偿车主损失。伊是大楼外观有装真侪冷气，铁架也拢已经生鏽。冷气业者表示讲，安冷气上重要的就是撇好螺丝，敢有锁啊安。过去冷气拢是用铁做的，10年就要检查，即马拢改做白铁，较贵也较安全，通挡20-30冬。当然啦，点袂安，会可能爱加强加电规机啊，甚至换所在，因为毕竟一个安全架，一只冷气起哩，凊彩算拢30-40公斤起哩。遐落来，唔是开玩笑的。冷气业者建议，若是铁架生鏽，就要换掉。冷气上好是装伫工人通维修的所在。进前18市就捌发生规台冷气落落来，造成有人死亡。好加在即届无撼到人，也建议民众爱注意，徛喺外口装的冷气敢有稳，避免意外。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到这新闻，讲到6月初6是二战后期诺曼底登陆战80周年的纪念日。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领袖对初5开始就一直咧参加相关的仪式。迄当年是东盟国的前苏联，本地会受到邀请的罗西亚代表团。法国的主办单位说是临时打动，主要原因是美国和英国认为罗西亚无适合出现伫这款的场合。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甲王后卡米拉伫英国南部军港普兹茅斯，甲王室重要的成员做伙出席诺曼底登陆战的纪念仪式。查尔斯致辞的时阵指出，后代无应该忘记二次大战老兵的贡献。It is our duty to ensure that we and future generations do not forget their service and their sacrifice in replacing tyranny.With freedom. 1944年6月7日透早，缅军展开大号太上皇的行动，总数差不多15万。以英美为主力的缅军，伫法国西北部的诺曼底隆重5的海堡登陆，强攻德军防线。因为当时还佫有伞兵空港后壁，所以伫法国诺曼底大区的纪念活动，嘛包括现役空港部队跳伞表演。同款伫法国的纪念活动，法国总统马克宏伫初5出席纪念当地战役的活动。Vive la République, vive la France.
根据历史记录，纳粹德军伫欧洲的兵力损失，大部分是伫东线战场，也就是甲苏联作战牺牲的人数超过西线甲英美等国作战的伤亡。往年诺曼底纪念活动，俄罗斯代表拢会受邀请出席。外电报道指出，今年法国的主办单位解放任务本来是计划邀请俄方以较加残疾的代表团参加诺曼底的纪念仪式。不过消息一个公开了后，英美两国正不满。路透社引述欧盟外交官的消息讲，现阶段支持乌克兰甲俄罗斯对抗，就那亲像当年打败纳粹解救法国。所以纪念诺曼底登陆，必须邀请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出席，同时拜读俄方代表团。公司新闻次家人编译。美国驻黎巴嫩贝鲁特使馆昨发生枪案，嫌犯去防弹着送病院。目前呢，这犯案的动机也无了解。就黎巴嫩的媒体指出讲，嫌犯伊身躯顶的架顶头呢有印伊斯兰国上版的字，不过也无任何组织承认是因犯案的。黎巴嫩军方表示，有一个枪手初5早起8点半了后，想要攻击伫贝鲁特郊区外的美国大使馆。枪手去予黎巴嫩士兵开枪逮捕，佫已经送医。根据了解，枪手是叙利亚人。ما خدنا وقتنا بس طلع أكثر من 15 ل 20 طلقة يعني وقفنا هون ركضنا لهون لنشوف شو صاير。美国大使馆表示，有通报伫入口的所在发生小规模枪战，持续差不多半点钟，无去伤到大使馆的人员。不过馆外有一个警卫受伤。美国大使馆初5礼拜3暂时关起来，预定初6拜四开放。2023年9月，黎巴嫩的美国大使馆原来8方考请，不过甲政治目的无关系，嘛无造成伤亡。根据黎巴嫩的媒体报道，初5这件枪击案的犯案目的也无清楚。有相片显示，有一个规身躯笼罩灰枪手，穿黑色的甲。顶管用阿拉伯语写伊斯兰国加英文字母 IS， 互人认为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缩写。DSS is coordinated with the Lebanese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We are aware that the individual who was arrested was wearing what appeared to be ISIS insignia. 枪击发生的时阵，当地紧张的局势也真悬。黎巴嫩真主党甲以色列国防军几落个月的战斗对抗，互两个边界附近已经有几落千人无厝通住。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伫内阁极右派成员要求打击真主党的压力下，初5前往北部边境地区，并警告伊的政府暗算对有伊拢伫后边做靠山的真主党采取真强硬的行动。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来看南韩的脱北团体伫初6半暝啊，向北韩呢放10粒大粒的空飘气球，内面有底真侪批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宣传单，还有藏南韩流行音乐的 USB 内面这物件，要来反制进前北韩飞过来的垃圾家规。南韩总统尹锡悦初6就公开宣示，北韩的威胁因南韩政府是袂结quả的。南韩的脱北团体自由北韩运动联合，伫6月初6嘅透早，对前往北韩北部嘅京畿道蒲川市，向北韩释放出10粒大型嘅鸡龟仔，散布20万张批判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体制嘅传单，含内面有南韩伫2002年放送嘅经典韩剧《当归乱歌》，含少年歌有名嘅歌手林英雄嘅影片嘅 USB， 而且内面有2000张1美金嘅银票。北韩对5月28到6月初2嘅透早，向南韩市连续空投要1000粒，内面有装一大堆粪扫含垃圾米，总重量差不多15吨嘅鸡龟仔。另外嘛，发送电波来干扰南韩的 GPS 全球定位系统。南韩总统尹锡悦初6伫追悼韩战内面阵亡将士的献中日纪念仪式顶悬强调讲，这对民众来的威胁，南韩政府袂点点就好过去。 북한 정권은 역사의 진보를 거부하고 퇴행의 길을 걸으며 우리의 삶을 위협하고 있습니다. 서해상 포사격과 미사일 발사에 이어 최근에는 정상적인 나라라면 부끄러워할 수밖에 없는 비열한 방식의 도발까지 감행했습니다. 정부는 이러한 북한의 위협을 결코 좌시하지 않을 것입니다. 为了反制北韩对空中飞过来这垃圾鸡龟啊，这起无空的手段，南韩进前已经终止2018年和北韩签的919军事协议，恢复军事分界线迄边的军事训练。另外，初5美国的 B-1B 战略轰炸机是参加韩美空中联合军演，继7年了后，第一摆伫朝鲜半岛空炸射击训练场投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 JDAM。这摆演练的重点是美国举行对南
南韩提供延伸威胁的协防承诺，提升两军互通性和联防的态势。韩联社分析指出讲，美军投射 JDAM 经确导引炸弹的目的，就是要展现因应对北韩一直空投垃圾米加几啊，这少连续起无抗行为的能力。公司新闻新闻部的编译。咱台湾的友邦秘书最近和海客入侵，造成这政府机密文件泄露出去。秘书总统惠恕仁初五对外国媒体表示，确实有遭受到这网络攻击，也讲这和中国有牵连，而且讲到中国可能会介入11月的大选，目的就是要甲伊演好倒换一个换中国的人来换头。台湾太平洋友邦帛琉会伫今年11月举行总统大选，总统惠恕仁初五伫日本东京出访期间接受媒体专访，讲到中国介选的可能性。Well, I think in every election the Chinese are always involved. Obviously, they know where my stance is. I guess I would be the enemy, right? and so you would probably want to remove me and put somebody else in that would be more friendly. Those overtures by China. 惠恕仁指出，帛琉希望台海和平，也真清楚家己甲美国同盟的角色，甲伊的重要性。因为今年3月，美国拄啊甲帛琉签署新的20年经济甲安全协议了后，帛琉系统就互海客入侵，偷走2万多份文件，内容包括美国伫帛琉的雷达设施，参特别之间的联系。They didn't ask for any ransom or money, and then they released the information on the dark web, traced through Malaysia. Looks like there's links to Russia and China. Russia may have developed the software. It's similar to other software that's been developed. So that's why the suspicion is there's state actors involved. 帛琉是日本、美国、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盟友。当中国没有办法撼动它的外交政策，经济胁迫手段又难以改变它的外交走向的时候，造成帛琉跟盟邦之间可能的信任松动，是他可能可以采取的一个手段之一哦。专家认为，若台美入帛琉等国会当为治安、科技甲经济顶层面更加深化合作关系，会使得中国会当采取的选项变少，也会变得更加焦虑。外交部回应，这个案也来调查，会甲帛琉政府保持联系，也愿意帮忙，帮助强化资讯甲网安等合作。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通过科技侦测法草案，也有通信保障监察法修正草案，讲警方会当去调咱的电话资料来办案。民间团体表示，安尼先做有侵犯隐私的记录。立委也建议讲，若准是罪行较轻的，应该是无适合。联合被害人设计掠车手诈骗问题，逐工拢上演。警方掠嫌犯总是掠袂完，为有效打击诈欺，行政院修法通过《通信保障甲监察法》。按过民间事解团体是批评修法的草案，恐惊会侵害隐私，也甲资讯自主。即马早送入立法院排审，这原来引起立委的质疑。把一些特定的轻罪排除，引诱儿少从事色情业的，这个都是很轻。如果说这个不拿掉，这个都没办法掉通年。脱逃罪这也是轻罪。这个像我们上次那个杀警案，这个如果说没有掉这个记录的话，会延误时机。这届修法的重点放宽办案的限制，只要警方认定有这个必要，就当直接调阅嫌疑人通信使用者资料，可能包含电信门号、通信时间、IP 位置等。有立委认为，恐惊有乌白调阅的问题，建议摆渡轻罪适用。有立委表示，该采检察官保留。你们现在一步啊，从法官保留跳到什么司法检察官也可以吗？所以大家会担心嘛？主要是考虑到人头账户非常多，如果是每一件都找检察官，就是整个人力负荷可能会比较吃紧了。因为违法侦查公开，你会不会？你会违法侦查？把这个讯息侦查秘密，我们不会把这个。我跟你讲了，你当然说不会嘛。面对各界质疑，法务部长田明谦回应：人头问号伤济，若是采检察官保留，恐惊佫增加检方办案的负担。由基层检察官组成的检清检改，呼吁民团无应该阻挡立法。有关科技侦查的相关法案，伫立法院内外拢有激烈的攻防。记者综合报道。
国检署今日公布国内毒品分析报告，讲这3级毒品蔡庆芬是合成卡司酮类的毒品，致死率增加4.5倍，而且使用的年岁有下降的趋势。警方也表示讲，这学生使用新型毒品，根据通报上界细汉的就是国中生，甚至有专家讲大麻卡司酮类的毒品，仿做是熏油用伫咧电子烟顶头，根本是真恶查到。查某人头勒勒苦累，关键甲人铐起来，超出3级毒品彩虹酚超过2000支，属有合成卡司酮类，真接甲酚蓝做伙，伫国内真接方使用，这种毒品致死率去年比去年加4.5倍。关键阁发现，染到这种新型毒品，愈来愈侪少年人介意。国高中甚至也不乏有大专、大学年龄层这一块，外观非常炫，那甚至它可以客制化。好，那独树一格的这种风格，来吸引年轻人对于他们的兴趣跟关注，相对它的成本或是方式，相对也容易入手。敢若最近5年，因为新型毒品死亡的超过430人，检出来的毒品成分连喵喵都有，为110年开始持续排第一。不过，唔拿新型毒品乱用使人烦恼。检方嘛分析，大麻查获量去年有2300多公斤，甲去年比起来大大增加50%。不过查到的使用人数较无1000人，研判应该是有无抓到的。黑素的特性，我们研判跟使用族群的特性有关哈。大部分的比例是没有毒品前科的啊，或者是所谓的白领阶级，啊，又或者是经常出入大麻合法化的国家，或者是有海外生活经验的人。使用人数歹查，检方分析，甲大麻族群较侪白领无毒品前科这个原因有关。不过，为大麻到卡司酮类毒品，甚至连药品依托米子，拢互不法人士做电子熏油另类转卖。咖啡包，它至少还要喝水吧，还是比较麻烦的。我把卡司酮变成到电子烟的里面去的话，我就随时可以补啦。我们虽然立法不能抽电子烟，但是到处都买得到。上阵电子烟方便查较歹查，也互毒贩仔看介意。透过网络做媒介卖毒品伫市面流通，因为毒品的种类一直变，使用方式嘛伫换新，这拢变做目前毒害上大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有一个婴仔黄金断出去治疗 SMA 两骨脆性筋膜萎缩症第一型，也就是咱俗称的渐冻症。经过评估，爱做一种基因治疗针，说着爱开4900万。加在健保已经有给付啊，正做全国上细汉治疗成功的案例。真侪爸爸妈妈欢喜紧接新生儿来到，也毋过伫台中有一名出世10天的婴仔，互医生诊断发现筋膜无力，吞物件功能无好，检判得到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第一型，俗称渐冻症。医疗团队评估了后，做一支爱4900万的基因治疗针剂陆建生，加有效改善。那这个药物是直接把那个 DNA 打到体内，然后到肝里面。那肝里面再把它跑到细胞里面，细胞里面再生出这个蛋白，所以说是一个比较算是创新性或革命性的基因治疗。院方表示，陆建生是最近几年引进的基因疗法，透过100型前辈注射替换患者体内有缺陷的基因，恢复 SMA 两倍正常生成，进一步改善神经筋膜功能。这也是陆建生药在去年7月6日健保给付了后，全国年纪上细的治疗成功案例。SMA 治疗局无争取协会强调，陆建基成，也不过健保给付范围真有限，呼吁政府进一步放宽。目前在台湾的 SMA 病友，其实大部分都是成年的病友，因为成年的病友里面，其实还有70%的患者是没有办法符合治疗的资格，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可以持续的拓宽，就是让所有的患者都可以得到治疗。另一个指出，目前全台有400位 SMA 患者，大约有一半以上是成年人，也不过其中有7成拢无符合治疗给付资格。毋望健保署放宽做全年龄、全药物给付，互罕病患者得到更较好的治疗。记者综合报道。国卫院和台北医学大学上届新的研究发现，讲台湾人身躯内面的这塑化剂高度，平真侪先进国家是悬2倍到7倍。上届重要就是咱底食物的这个物件呢，是用塑胶碗盘，抑个塑胶袋啊，容易去接触到这环境荷尔蒙，增加危险的风险和癌症发生。
真侪家庭主妇是爱用袂掉鼎的鼎来煮物件，方便佮好洗。但若是这种鼎有扣分，就千万莫佮使用，因为国外研究已经证实讲，只要这种鼎有破损，有可能放出有毒的物质，民众长期食落去腹肚，有可能会致癌，也是有危险的风险，嘛会对囡仔的发育造成影响。那些刮伤的那些锅具呢？它可能里面会含有这些全氟烷基类的物质，我们担心的是一些长期暴露呢，可能导致一些儿童的发育上面的一些问题。国卫院和北医大上新的研究指出，讲灶脚用品和餐具的不当使用，有可能会互环境的荷尔蒙提悬，影响到健康。另外，除了袂掉鼎的鼎以外，塑胶菜店若有扣分嘛，莫使用。莫用美耐面的餐具来装烧的物件，用米泡豆在加热的时阵，莫用包面皮砍掉，而且莫用塑胶袋啊来装烧的食物。因为研究显示，台湾民众体内塑化剂 DHP 的浓度是其他先进国家的2倍到7倍，这就是关键。从我们的脑部到我们的甲状腺，或者是女性的卵巢、男性的睾丸，其实都会受到影响。食安专家建议民众尽量使用会当一直用的玻璃保鲜盒仔，莫去使用一摆性的餐具，莫使用塑胶容器来装烧的食物，就会当减少对分泌的干扰物质，好食物件安心佮健康。记者综合报道。所以观众朋友做伙来关心天气，讲到这拜六开始就是连续3天的5一假期，全台湾的天气也是无讲介稳定。气象署表示讲，台湾附近的云也是真多，受到这华南低气压的影响，刷来这几天呢，南部甲山区就要注意落大雨，那北部、东北部地区也要注意西北雨。另外讲到这温度方面，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刷来全台湾拢会来到30度以上。雨插插地，拜时二是全台各地雨落袂停。气象署表示，台湾附近的云也真高。拜五开始到5日这3天的连续假期，受到华南低压影响，特别是南部地区甲山区要注意局部大雨，其他地区也是要注意西北雨。礼拜5跟礼拜6都还是以低压的一个环境影响，因此主要的降雨还是南台湾的阵雨或雷雨。不过在午后的降雨趋势来讲，都还是比较明显的。要留意山区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周日跟周一。环境上是比较偏一个西南风的一个环境，因为在西半部容易有局部的阵雨或是雷雨。温度方面，这几天受东北风甲水汽影响，全台气温拢较凉冷，但拜五开始透南风，全台温度会升到30度以上。刷落来到5日这假期结束，天气拢会较湿、较热热。周六、周日、周一，环境上会逐渐的转为偏南风甚至西南风，因此较温暖、潮湿的一个环境下。温度来讲的话，都还是有机会来到30度以上的高温，在各地的地区。气象署表示，整体来看，台湾的天气也是无稳定，各地拢有无定时的短暂雨，民众雨伞甲雨帽也是爱扎的。另外，外岛方面，气象署讲5日在金门甲马祖的大雾可能会影响航班，有要坐飞轮机的民众爱加注意航班资讯。记者柯山、柯明在台北报道。讲到家庭照顾者，有当时也是无眠无日伫咧照顾，因长期落来压力拢真大。为特别互家庭照顾者感受到别人对因的关怀，家己关指定妇幼关怀协会伫5日节进前邀请家庭照顾者，也佫有社工、志工做伙来做香香庆祝5日节。大拿做者病院中医师甲大家做香香进前，先来小解5月节，佫有药草材料相关的台语文，希望后来参加做汉药香香的人，会当先学到药草的相关知识。香炉啊，吼准备5种的药草，我就会逐项甲讲吼，即其中每一项药草，吼伊的性、伊的味是安怎，有啥物功用，咱爱特别注意，佫伊其中的特别的故事嘛，讲互大家知，互因会当将学到的。应用伫咧照顾因厝里的人，照顾因家己。家己关市场妇幼关怀协会伫5月节进前，邀请协会长期协助的家庭照顾者甲因的家属，做伙来参加5月节的课程活动。那做香香学到健康甲照顾的知识，嘛希望会当消透家庭照顾者心中的压力。今天就是上中医课，那就是可以让我们身心灵比较疗愈，就是觉得说，像刚刚。药师会我们介绍说，闻香，好，那可以刺激我们的每个味觉不一样。跟大林慈济医院这边中医部，他们的一些家医科的主任还有医师呢，我们也有一些合作的养生保健课程。那今天下午还会再教他们做一些，端午节快到了，所以做一些香包这样子。
参加民众表示，协会固定举办活动，互因有互相交流的机会，嘛透过课程来学照顾的技巧。因为有一寡家庭照顾者是嫁来台湾的新住民，所以协会上课或者是开讲的时阵，嘛会尽量用台语，希望互新住民咧照顾厝内事大的时阵，会当沟通，增加因的表达能力。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台湾食素食的人是愈来愈多，着学生利用咖白笋做素食的叉鱼，无论是口感、气味，会拢真相像。即马因也当咧含咖白笋产量上界大的玻璃农会季节，望讲这素叉鱼会当商品化。学生甲一片一片调味过的咖白笋摆好好，烘过了后的咖白笋气味甲口感食起来甲叉鱼真相像。中华报道家乡的学生观察到台湾食素的人口侪，但是市面上真罕咧看到素的叉鱼片，决心要来研究素叉鱼片。在研究的时阵，发现咖白笋切片的时阵，就先迄素的叉鱼片，市面卖叉鱼香味拢足重的，阮就用锅我先混了，你去用水安尼落去煮，搁煮烤白笋安尼味道会足够的，就是素食的人拢会使食。指导老师郭顺庆表示，研发素叉鱼片上困难的，就是叉鱼混过了后特殊的香味。经过年外试验，也向素食协会请教，最后加入龙眼干的籽落去调味，成功做出素的叉鱼片。龙眼干有足重的这种烟熏味，伊是用这龙眼木去做烟熏，咱就这龙眼木的这种味咧来甲融入入去咱的咖白笋内底。经过烹煮了后，佮经过烤箱的烘烤了后，就变成咱的素食的柴鱼片啦。除了用咖白笋的肉做素叉鱼片，学生也利用要单调的咖白笋外壳做芳素粉，用叶仔做环保的包装材料，希望减少农业废弃物。学校表示，未来会继续把这个产品推广出去。目前也当咧含全台湾咖白笋产量上大的玻璃农会季节，希望有机会把研究成果商品化。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咱来看新竹市的部经理，因的理长蔡宣业。本地也是这乐团的主唱，最近和伊的朋友呢替部经理做一条歌，而且佫摕地方的特色翕做 MV， 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说声早安，是该出门上班，踏上机车，转动人生的钥匙，希望今天不要累得要死。囡仔活泼的舞蹈，加上轻快的歌声，连社区阿公阿嬷嘛来斗热闹。画面个在地特色玻璃以及工厂描诗，拢记录在 MV 内面。足趣味的啊，足欢乐的安尼。安讲？啊，因为老人家可以出来走走参加大家的活动这样。真好啊！安讲？对，敢若运动哦，佮快乐安尼。足趣味的。嘿。你练习偌久？啊？练习偌久？练习无？哦，里长若跳啥，阮就跟伊跳啥。这边足侪工厂交公司所以咱的 MV 有带到有工厂做这个开始因为你逐工定定爱上班下班阮的里面足侪是这个老人家，所以这条歌其实伊足温暖，就是讲你会使听到讲阿嬷伫咧中间问足忝的你有食饱无？唱歌的人是新竹市部经理的理长蔡宣业，伊本身除了是理长，是英语老师，嘛是乐团的主唱。有一天，伊甲耍音乐的朋友开讲，决定为部经理写歌，佮找大家做伙来用歌声提升里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开讲的时阵就想讲无来做一首歌互大家听好了后阮就想讲好伊做，因为伊的专业是创作了后我来唱唱了后阮就想讲若是家己拍一个 MV 嘛袂歹，因为我有咧甲咱的里民来做伙跳舞。理长讲，有这届经验了后，未来有机会会阁继续为部经理创作特色歌曲，希望用唱的唱出地方的特色，让外口的人来认识部经理。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
台湾自1980年代开始，电影工作者就提倡新电影运动。台湾的电影走向再现本土历史，也有女性主义的觉醒。亲像1984年的杀夫，就用大胆的镜头呈现女性遭受暴力，也有性侵等等的问题。不过，迄当时犹原是真保守，真侪画面拢互政府加掉。第2012年，经过国家影视厅中心的修复，即马要把这完整的版本呈现给观众。你敢跟我来这一套？这出《杀夫》是1984年的电影，改编台湾作家林光的同名小说。内容是讲一个女性因为长期受家暴性侵，最后甲翁婿刣死的故事。电影内底有真侪前卫的镜头，不过40年前台湾抑阁真保守，播出进程有几个所在互政府加调。2022年经过国家电影甲视听文化中心的修复，但要甲完整版献给观众。作家李讲希望这出电影会当继续带动女性自主权的觉醒。去互人在迄个身体方面的迄种甲咱压迫、甲咱侵略、甲咱伤害，这部分老实讲一直在发生啊。你对不起我所以你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是即马大家拢有的观念。这就比我迄个杀夫内面迄个女主角加进步足多。我希望咱查某人继续拢有这种款的安怎讲觉醒。台湾新电影运动自1980年代开始，这个时期嘛是台湾社会本土意识、女性主义等等思想觉醒的年代。国家影视厅中心即届以杀夫来做伊的新电影的开幕片。中心指出，英国在讨论新电影的历史，拢真罕得关注女性创作者、工作者。因希望透过影片，让大家了解在新电影运动当中女性的角色和贡献。女性创作者他们的作品是拍实验作品或是纪录片，那这些作品通常都不在一般传统新电影的历史的论述会被去谈论的。那可是当我们再重新回看这些作品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他们是相当的多样，然后具备创意还有前卫性。那所以我们会觉得这相当值得在这一次的机会重新介绍给当代的观众。这个影展以1980至90年代国内外电影为主，当中有要30出电影参展，包括台湾导演吴秀晶拍的《我的历史》，另外家主演的《家己的天》等等。国家影视厅中心希望会当让大家看到女性的观点，进一步来思考未来。记者卢尚如、郑俊佑新北报道。新团歌戏剧团第2024台湾戏剧艺术节推出歌戏两性汇集，以传统歌戏结合德国经典悲剧改编出来剧本。台湾的歌戏加入这西方的剧本元素，唔但演员有全新的挑战，这舞台布景道具也会让观众感觉讲有看新戏出的感受。不能选你亏就是你们个，你千万唔通伤害你自己。女主角选牛甲男主角亲王悲惨的爱情故事，这是2024台湾戏剧艺术节的红底戏两性华集。这出戏结合1772年德国的出名悲剧《伊米利亚·加洛蒂》的元素改编，让歌戏有全新的模样。亲像东方甲西方戏出情绪表达方法无同，演员就感觉真有挑战。比如我当下介演的迄段，其实我是介意青龙的哦，但是我因为我从小就是已经爸爸妈妈已经搞我定亲啊。所以我已经是别人的某啊！突然进去那个情绪的时候，我就发现说不行。那是一般的传统戏就较袂安尼啦，就是讲喜欢就喜欢，要嫁给，对我就是要嫁给我应该要嫁给的人，他就不会有这么多情绪。咱传统的是较忠孝节义，嘿，那比较不会说为着百姓还是发声还是啥，不过这就是讲，就是由百姓由遐平民去写这出戏，变做新生较活。除了演员爱挑战新的演法，舞台设计也创新，用绣花做视觉主题。舞台顶陪伴的影像拢有绣花的模样，剧本甲视觉设计也互相配合。看女主角手头摕的这支金绣针就知影。针线来以针来说，可以用衣绣的话，可是因为呢，变成讲它是一个很大的。我们的传导的就是媒介，所以变成讲真需要。歌戏行到现代，这剧团拢结合新的元素，让传统戏剧有新的模样。亲像新团歌戏团结合西方的艺术，推出全新概念的歌戏，就是望吸引民众继续来看戏，让歌戏通永续传承。
记者郭文林、凯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2度到27度，苗栗到云林对22度到30度，嘉义到屏东对24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4度到29度。平湖金马马祖对21度到28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